无共。社会讲的都把释迦牟尼佛神而化。那佛在讲的时候，他都讲他是跟众生一样，所有的一切都跟众生一样。那所以这样来带众生呢，才带得动，才众生很相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他也一样有经过那个完成的呼吸生活。所以后来这个半夜呀，就偷跑去修道。那个一只头颅很生气呀，讲我是原来迄一个国家的公主呢安尼伫咧爱时阵有人就去做人安尼甲我抓来。即马安尼伫安尼拢家己走去咧享受，出去修道了可是一头颅就很不甘愿然后等到罗睺罗生下来以后，又叫目犍连去把罗睺罗抱来修道。耶稣陀罗有没有起笑就不给他。家己安尼抱去上官楼阁上深的皇宫内底秘的，伊唔知讲目犍连神通，讲目犍连全在伊头前。所以那个未曾有一年经很有意思不学那一本楞严经里面有写这一段未曾有一年经。假如说各位有看横的那一本写很小的字把那个未曾有一年经那段写下。后来他都不给那个目犍连抱走，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这个在空中讲话，就在空中讲话。说你当时跟我接的时候，你忘了你答应我什么？就是答应他不违逆他的意思家己离要远家己去行，后来跑去啦。就把罗睺罗给目犍连带走去修道。然后你看所有文武百官每一个拢爱出一个囡仔来陪罗睺罗去修道，500个。所以你做官那无自由囡仔爱搞出来去修道。然后他做囡仔王。然后老爸咧讲，伊拢唔听，咧讲道理啦，我都唔免听啦，我即摆遮少，你甲我讲嘛无我记袂掉啦。那个未曾有一年经那个时候会把写整本的都写下来。久即摆想想讲唔免去讲咧，就没有再说了。之前看到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社会都把释迦牟尼佛神格化，高推正见然后我们自己悲去，所以就会有很大的那个距离。结果或许看《阿难经》佛都把他自己降低到跟众生一样，拉到跟我们一样，所以那个容易修。你假如说高推正见自己悲去歹修啦，迄佛拢有佛骨啦，众生骨没兴奋啦，我们都这样跟自己说，对不对？也修你就家己修，我没兴奋，安尼修会成免会成，袂成买就家己泼冷水，火拢花去，爱有火才会使爱有动力要有动力才可以。才会成就，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佛为了要让众生相信，所以他示现完成的时候，全部都跟众生一样，没有两样。那我们详细看了以后，真的那个为什么或许都一直讲？第一个一定要信，相信，
可是啊，不是相信外面，而是相信我们自己里面，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啊！你绝对要相信，你相信你就有力道。哦，你不相信的哦，拢信外口的，敢有？假如说都不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哦，怎么可以成佛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相信。所以你看我们儒家信机中，统事端，仁义智，然后兼万善，不是相信自己佛性啊。你佛性相信了以后，仁义智啊，你都可以做得到。就可以兼万善。这个讲得这么明白了。